传承正音，也是暂时小怪机哈。咱只是请苏琴来奏乐。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因为我的兄弟甲同伴会缘故。我要讲，愿平安伫你内面，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会缘故。我要替你求福气。咱要来吟诗，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来吟全首。徛咧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请坐。启用伫个24篇，启用文第24篇，1041页，伫个咱的信息的后壁面，显着我来刻，恁来印。全题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勒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着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着感谢伊，着用着感谢伊，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煞到万代。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值得阿乐的主，感谢主的看顾甲保守，互阮伫你的祝福当中得到丰盛甲平安。今日阮伫你的圣殿，嘛要来领受对你来的话语，来正做着阮兄姐伫个生活当中的准绳。听阮的主恳求你的圣神，甲阮的牧者三角地带，会当分享有对你来有智慧的话语，互阮众兄姐听见，会当得到满足。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要来报告。伫周报内底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玉神的奉献的主日，那甲因咱差派咱曾昌发牧师，就是玉神的客座教授，要来请安讲道甲募款，那敬请兄姐来踊跃奉献甲代祷。113年度的捐献证明的收据已经开立完毕，敬请兄姐伫个办公室来索取。那第3点，5月30日拜五是咱的端午节补休，本会办公室休困一天。伫个5月31日拜六较有正常上班，那敬请咱兄姐特别注意一下。后礼拜五就是即个拜五的礼拜五是办公室是休困的。下主日6月7日是咱渔民中心的主日。那中心有差派咱陈武忠牧师要来请安甲募款，那敬请咱兄姐准备心来奉献甲代祷。本会咱约翰文教基金会要合办即个上课的日期伫个6月7日拜六。下晡1点到5点，你若是有爱心捐款2000块起哩的，咱就会当来报名参加。上课的地点是伫个即个蓝约翰创作纪念馆。你若毋知会当饲一个即个主旨，就是伫个嘉昌路959号。欢迎对遮的新科技有兴趣的来报名参加。机会难得，干若有4点钟就会当互你。会向即个 AI 的实用术帮助你会当防诈创业，甲遮创回忆的有效学习，敬请来甲办公室报名。第7点，本会定伫个6月22日即个主日第2场礼拜要来举办即个洗礼式。同工第2场、第3场、第4场的礼拜要来联合。若是有想要接受洗礼、更新礼甲小儿洗礼的，请伫个6月13拜五进前，咱的办公室来报名。若你无参加幸福小组的，需要参加即个信用个别的课程，大概是1点钟。第2点是咱集体的消息、哀伤的消息，就是本会贵阳乡长老伫个5月16蒙主温调安息主怀。伫个5月24，
昨昏上午的10点，伫本会主堂有来举行即个个别式的礼拜，了后是种伫个基督教橄榄园原主安为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遮特别甲即个相助会员讲一下吼，因为咱的郭永祥长老伊是相助会员，请恁来交即个相助会费。第二点，敬拜惊奇的舞蹈班要伫个6月初2来开课，上课的时间是逐礼拜一个下暗7点到8点半，报名费是1000块，欢迎教会牧区的姊妹踊跃来报名参加，请洽询咱的陈美玲长老或者是周美惠执事。咱敬拜团定伫个7月13，要伫下晡的3点到6点，举办即个敬拜团的半日游，地点是伫咱高雄的即个晋源农场，就是咧看飞行机咧起飞降落的所在。即内底有一寡团康费用佮烤肉，一个人你若是敬拜团的团员是100块，若家属想要参加，一个是300块。若140公分以下的囡仔200块。你若是迄天有来报名，你嘛有够的人吼。团员甲家属退100块，敬请甲即个各团的团主来报名吼。你嘛会当坐福音车，毋过福音车位置有限，请恁较早报名咧，满50个人，咱就要来早机报名。咱告解消息，请陈牧师。好，咱迄个高雄牧者合意基督会吼，伫6月初8就是圣神降临节，迄个补伫高雄灵粮堂有举办圣神降临节的城市的基督会吼，这帮的主题是危机的世代，基督同行，欢迎咱兄弟当用参加咱教会的教会圣歌队，也有受邀请献诗，咱的伫迄个中间有受奉献的即个服侍，咱若会当家去，若无伫办公室的登记吼。有福音车会前往，这是教界消息吼。特别今日是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我特别要介绍，今日伫咱中间吼，头拄有介绍是过去台南新人院的心理学的教授，即摆伫玉山新人院做客座教授吼，詹昌发牧师，伊是咱高雄美浓的人吼，感谢主吼，读台南新人院的大学硕士，过来东南亚新学硕士、博士了，有去普林斯顿研究，太平洋新人院研究，是台南新人院新学的教授。我若伫成大、中大拢有担任即个教授的职，伊特别有参与伫即个客家圣经客语圣经的翻译、圣诗的翻译，所以拢有得到即个台美的文化奖吼。过去捌伫东螺牧会新德中会做议长，伫台南新人院做部会长、教育长，客选的主委，所以伫客家的事工也有参与一个真侪事项吼。这本册是真难得吼，耶稣的披露，耶稣的披露吼，咱就要安怎真正听专家讲甲了解较清楚，较彻底吼。所以是真好的帮衬吼，像咱伫外口吼，可能数量有限，这卖了会当做即个玉山新人院，有真侪国际学生哦，需要人帮衬这是伊观念吼，请咱大家会当遐购买吼。咱嘛拍破欢迎迄个詹牧师吼，今日是咧，我袂记，咱营养长老吼，久久无看，但是咱也无拍算讲上帝怜悯伊因为伊到落尾就是行动不便，生活就真无方便，照顾嘛真无方便，所以主知影伊过去拢足活跳的吼，是上帝真正怜悯吼。偷放伊吼，带伊倒转去吼。我相信伊倒转去，见到伊所亲爱的水平伊的后生吼，我相信
昨拢创伫即个个基督教教堂吼，甲后生创做伙。今日伊迄个所有的即个家族吼，伫咱中间就是啥物徛起来吼，迄个智仁牧师因吼，因为爱搁倒转去日本工作才先转去吼，今日就是收米甲饮寿，咱迄个秀叶吼，伊甲迄个典喜吼，特别典喜因囝，你可能逐个拢捌过边仔迄个烟头上吼落，迄就是伊后生啊，迄我嘛头一摆昨看到吼，因为伊7个月伫遮洗礼就去加拿大啊吼，所以这段期间小妹甲因拢陪伴照顾是真辛苦，但上帝完成应该完成的，真应该真的孝道吼。即马顺爱照顾爸爸吼，咱也为着福庆兄来祈祷吼。嘛感谢大家常常吼，为着妈妈代祷。过去伫教会有足好的同工，有足侪好的回忆，足侪人也得到伊的疼痛，嘛有食到迄个卤猪脚啦、肉燥饭啦，啥物吼，真济大家过去吼，真正伫教会吼，同工服侍充满欢喜。过去无论妇女圣歌队、上年圣歌队，咱的妇女团契吼，小组吼，感谢上帝吼。咱来一鞠躬吼，甲大家做一个致意吼，来一鞠躬，好，请坐，今日嘛有新来参加礼拜人无啦吼，好。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话语。今仔日要读圣经上帝话语有2个章节吼。伫咧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8节，甲第13章的第1节甲第3节。我来读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第2所在就是伫咧13章第1节甲第3节。伫安提阿，伫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若人，就是巴拿巴甲称作尼格的西面、古利来人路求，甲分封的人人均西律同培养的马念，以及扫罗，因服侍主敬者的时，圣神讲，着甲我分派巴拿巴、扫罗来正我的调因去担当的工，对安尼敬者祈祷，用手画因，就找因去。感谢主。下落咱要来请上年圣歌队。Amen.
感谢主赐平安、赐福气予咱。这时，咱要请曾昌发牧师来讲道。伊今仔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圣灵突破甲典范。陈牧师，出来兄弟，大家平安。首先，我要感谢上帝大恩典，伫圣的主日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我来感谢油厂教会久长以来对神学教育，特别是玉山神学院的神学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的关心、态度甲奉献。去年。油厂教会为了玉山神学院奉献184600块，特别是伫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校园损害真大啦吼。不过得到国内外真侪教会关心吼，即马大部分已经受福安尼吼。所以我来伫遮，领是我个人全好的私心。连当时我嘛要向大家来说谢，早起非常欢喜吼，第一遍来到油厂教会，陈景雅牧师，伫我读台南神学院的时阵，都是我不只钦佩的迄个学长吼，特别是伊的应该是文书啦吼，王献迪牧师吼，的教徒啦吼，所以阮伫学校拢。伊毋是一个人，一群人吼，拢是学校迄个时阵，反正互遮学弟吼，通真侪通学习的所在吼。嘛感谢陈景雅牧师，捌参与伫客家宣教委员会吼，来关心客家宣教的工作。所以今日来吼，毋是要感谢教会尔嘛，真感谢陈景雅牧师吼，迄款的关心。我早起用迄个。圣神突破甲典范，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吼。顶世纪1969年7月20号，人类第一遍定了月球。搁2021年2月18号，NASA 伊个火器的迄探测车吼，讲毅力号吼，发射7个月了后。成功定了，毋是人哦，是迄个探测车吼，定了火星吼，会使讲前后已经52年了后，那我都有遐尔大诶进展吼。所以讲人类历史诶中间，就有人愿意吼，伫斗争诶人所奋斗、所立诶真好诶基础顶悬，佮勇敢。踏出向前的一步吼，那带来人类甲世界新的进步吼。最近有一个人吼，台湾人讲人来疯吼，黄仁轩啦吼，
已经应该昨都转去啊吼。哦，伊特别来台湾，拢引起真大迄个旋风。引起即款的好青年人吼，特别是青年人啦，阮遮老的嘛不只甲伊钦佩吼。伊的学历毋是真悬，毋是美国的啥物 Harvard 啦吼 ，MIT 啦吼 ，Stanford 遮学校毋是哦，是伫美国来讲普通的大学，但是吼，伊无因为安尼就影响到伊即马，毋是伫美国尔，世界性的迄款的成就啦吼。所以特别来到台湾，拢引起真大的迄款的回响啦吼。伊捌讲一句话啦吼，你即马就网络拢找着伊讲的话啦吼。不过即寡话到今仔日的主题不只有意思吼。伊讲成功毋是拄伫遐进行的迄款的过程啦吼，个是拄进行的过程，毋是实现的目标吼。已经看重迄款的过程，了后是讲是，个毋是要实现的目标吼，是不断改进个突破。界限吼，所以是成功或是一种一直伫遐继续，所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没有尽头了吼。所以真看重讲改进甲突破吼。其实吼，教会历史的中间嘛是因为安尼吼，所以就是有因为一群人欢喜伫圣性的感动引出的下面吼。佮向前踏出新的一步吼，那我就带来今仔日破碎教会，今仔日的现况啦吼。今仔日真重要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内面所讲吼，佮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你会得到能力吼，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使徒行传吼，人家讲伊是啥物吼？讲圣灵行传吼，圣性的行传啦吼。为什么安尼讲吼？因为对头到尾，伫使徒行传内面，咱看会到圣性真奇妙的引出吼。有诶时阵，互保罗嘛感觉真奇怪，我明明要向北，你都甲我阻挡。我向南，你嘛讲袂使吼，爱向西啊啦吼。所以伫规个使徒行传内面，拢明显看出圣神伫新的时代真奇妙的迄款的作为吼。所以，该称作讲圣神行传啦吼。所以规个使徒行传内面的结果甲宣告的拿道吼，伫即节内面拢讲较尔清楚。耶路撒冷吼。就是美国足出名的，会使讲儒家研究的神学家吼 ，Fishmeyer 吼，伊讲耶路撒冷毋仅是地理名词吼，耶路撒冷也阁是一个神学的名词吼。伊毋仅是耶稣命运之下吼，毋仅是历史上是代表了王族的所在，是圣殿的所在，也是耶稣的命运。会必然伫迄个所在，在成就的所在。所以耶路撒冷耶稣伫迄个受定、埋葬，嘛受伤伫耶路撒冷的城的范围内面啊，搁活吼，就天伊嘛安尼要过来吼。所以今仔日有个人真特别啦吼，就耶稣就天迄个所在的梦吼，非常的贵安尼啊。人讲为什么？吼，讲耶稣过，因为使徒行传内面天使甲伊学生讲，你看到耶稣安尼上天，伊嘛要安那对天地过落来，所以咧，迄个所在梦地非常的贵安尼吼。咁要等一日耶稣过来时阵，我第一个看到耶稣安尼。所以耶路撒冷毋尔安尼尔，嗰是圣神降临哦。6月7日就圣神降临节。嘛是圣神降临的所在，嘛是教会讲诞生地吼、出世的所在吼。所以耶路撒冷有伊真重要的历史上、神学上、宣教上真特别的意义吼。但还是起点，
但起了毋是重点啦吼，迄是一个开始了后咧，就爱去到犹太人，主要是犹太人大所在都犹太全地啦吼。我向前一步，撒玛利亚，咱今日真爱讲好诶撒玛利亚人，但是毋知影吼，伫耶稣诶时阵吼，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400年诶冤仇啦吼，所以讲到撒玛利亚诶时阵，你会发现讲哇，原来整个宣教诶历史中间，这是真重要诶。相信是对一个执事，毋是使徒哦，是执事吼，腓力吼，先是引带伊去到遐，向一个400年冤仇诶一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腓力伊嘛想象袂到，竟然有遐尔大诶成果。当然啦吼，咱看使徒行传嘛发现讲，竟然伫非常成功诶时阵，伊嘛带去到一个所在吼。今日出代志足大，所以加沙啊，拄着一个应该非洲了吼，应该做伊索比亚遐真悬迄个高位诶人，古话翻译讲做太监吼，应该毋是太监，是真悬诶官啦吼。伊去过节了后要转去，结果腓力去甲伊传福音，就给他受洗礼，伊就诚做。福音进入到非洲的第一个人啊！了后来讲，直到天边海角吼，为着我做见证。所以规个拿道吼，使徒行传伫这节内面讲啊，非常的清楚了吼。到了圣神，也是圣神临到什么人，什么人都得到真特别的快乐吼。撒母耳吼，接续进前的迄个。祭司吼，引出以色列百姓吼，伫各家人真侪冲突的中间，过真平，也是平静，甚至复兴的时代吼。后来，我伫遐亲自为了代笔，迄个是一个青年人，甲伊抹油，啊，就诚做真正以色列国的建国的真重要的个 key person 吼，关键的人物。以利亚嘛有圣神临在，所以有一个上帝互伊真杰出的吼，迄块信仰的能力吼。所以遮个人拢是引出以色列百姓伫建国甲信仰中间，继续向前迄款重要的人物啦吼。个使徒行传内面是讲圣神临到恁安尼吼。即耶稣对使徒的应允，本来使徒问的问题，你是复兴。以色列是敢是即个时阵吼，耶稣无直接甲伊回答即个问题。即个时间吼是上帝决定，毋是我。但是讲，即摆我要甲你讲，甲即个直接关系是都是上帝真大应允吼。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上时吼，我强调伊个普遍性吼。过去圣神毋是一直拢有做创世开始，圣神拢伫遐工作。但是信心临到的人真有限啦。但即摆一个新的时代无共款吼，所有属于上帝家儿哦，家儿女拢会使领受信心。这是过去毋捌有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啊吼。所以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内面讲着即遐尔大的应允吼。所以伫即个时阵，就是一个群体就要产生了吼。所以彼得伫圣经教年节宣讲吼，都3000人信主吼。啊，所谓3000人信主吼，我爱说明啦吼，毋是阮亲像迄个对佛教啦吼，民间宗教来信耶稣，毋是啦吼。当时所谓3000人信主是听众拢是犹太教的信徒。因拢顶台一个弥赛亚，彼得甲伊指出讲，迄个弥赛亚毋是别人，迄个就是互大祭司，佮通过比勒多，甲伊顶死迄个耶稣已经国活。这个那是核心啦吼，国活的基督，就是以色列人
鼓动亡国了后，鼓动期待迄个弥赛亚。所以一个学者用一个真特别的用语啦，吼，讲Messianic Judaism 吼，就是讲当时的信徒事实上也阁是犹太教徒，只不过因相信耶稣就是因所期待的弥赛亚，所以彼得嘛照时间去训练礼拜吼，所以完全拢是犹太教徒的迄款的作风啦吼。所以当时是安尼吼，毋是讲一个对不教徒啦、道教吼。但信咱所接受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当时的状况，3000人、5000人，然后一直增加吼。了后咧，教会就形成，了后开始对外来传福音了吼。所以头拄仔讲吼，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到撒玛利亚到地极了吼。今日即晚要所看到要向北吼。去到安提阿这个状况了吼，无共文化，无共种族，真侪脱界，但是伫真侪阻挡、困难、丰富的中间吼，将福音传到对耶路撒冷传到何罗维圣经讲天比海角讲，华本该翻作地极了、地极了吼，但是何罗维完了佫较水吼，天比海角。别所在拢是福音要传到的所在，为了主来做见证了吼。这是一个真伟大，相信嘛是真艰难的一个使命甲工作吼。咱要通过基督的门道了吼，门道就是全人委身、甘心奉献，佮相信通过信心的同在。一步一步去完成的使命，直到今仔日吼，这个使命也无成就了吼，已经达到真多啊，但是也未完全完成了吼。他拄仔戴牧师有特别介绍讲，我是米朗的客人啦吼，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信主无偌久，转去米朗吼，差一点点啊，互我的家族啊赶出去安尼吼，这是我亲身的经验啦吼，真感谢主吼。伫即款情景的下面吼，上帝因带8年后，我的妈妈信主了吼，24年了后，我爸爸也接受吼，我大汉兄弟嘛接受吼。不过事实就是安尼啦，我有4个兄弟啊吼，大兄也未信主。上细汉的兄弟嘛也袂啦，所以今仔日吼，伫客人的中间，台湾咯，毋是我逐所在台湾的客家中间，基督徒的比例吼是全台湾上低的吼，1%都也无够，所以这个是对我啦吼，对教会来讲嘛，也阁是爱继续去拍拼、去努力的所在。讲信心临到恁吼，这是我的翻译吼。讲得到能力吼，其实迄个原文吼真清楚了吼，较毋是要得到了吼，当然是得到无就其实是领受了吼。迄 receive 毋是我到 to get， 迄是有差别了吼。我是领受的人，所以有一个受事者吼。所以说，对圣是受事，我从领受的吼，迄一种的能力吼，这个能力，我可能讲哦，可能是行神者吼，可能叫医病挂鬼的能力，当然这拢是能力无毋对啦吼。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哦，这个能力也佫有别项啦吼，就特别是讲，这个能力是认捌耶稣基督最第一好至宝。我最近我伫Princeton 上课的时阵吼，我是上第3节甲第4节吼，佮第1节甲第2节的，伊伫中间有休困安尼吼，佮伫因的课堂内面，迄个学生吼，男的学生甲女的学生，因为伫遐伫唱啥物物件吼，竟然讲一句讲 I know you， 我讲即讲美国人迄个幽默感有够差的吼。迄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啊，
后来讲个家人的手样吼怪怪安尼，有点邪恶安尼啦吼。所以就进一步下课，我就调口去问，你读得上是啥物课安尼吼？讲是约翰福音。讲原来人物吼，毋是我熟悉你迄个人物，是翁仔某做伙，毋是结婚尔，做伙行房啦吼。因为还是上亲密的迄个关系，本来迄字就是即个意思。原来哦，因掠抽一个咯。所以人物吼，毋是讲熟悉，理性上知影，佫较重要是甲耶稣基督真，佫紧密吼，佫坚强迄款的关系吼。所以人物耶稣毋是单单人物，是关系遐尔紧密吼。所以保罗那我就讲，什么物件我都甲耶稣基督个贴隔离呢？生死刀剑啥物拢毋是啦吼，这就是加工的人物的意思。第二咧，圣神临到这个能力了后吼，我就一直活心哦，活心基督徒的活命吼。这个只要讲有经验到圣神的人，那我就去体验到这款的真大的迄款的活心的快乐。个这个快乐嘛，伫遐督促咱吼。真热心去分享福音吼，照顾救难吼，竟然是台湾特别是佛教真爱用的用语啦吼。实际上吼，这正讲是上帝本来就是对人类的作为，就是救苦救难啦吼。毋是伫佛教迄个独占的用语，毋是吼。像是拄着条件甲压迫的时阵，我都坚持到底，像是下煞我就完成见证，像是要宣扬耶稣基督是国我的主，这块使命，迄款的快乐。所有的参考册拢会甲你讲吼，迄个见证吼，迄希腊文 materials 吼。甲宣道士吼 ，martyr 吼是同一个字根，所以为了主见证，你有可能会拄到真大的性命危险吼。所以欢喜为了主见证的人，意思讲无去考虑代价，佮忠诚到底，甚至到甘心为了主顺道这款的行动。过来，阮看到讲，安条教会因的突破，甲留落来真水的典范吼。伫使徒行传19节的尾啊，安尼讲，讲向北去到安条遐人，讲原来单啊对犹太人传福音传道啦吼。讲毋过其中一寡吼，一寡讲塞浦路斯甲哥林来信徒嘛到安条，这人拢去。耶路撒冷过节啊，过节了后得到福音，了后去到安提阿吼，都马向希腊人传吼，对因讲起主要所谓福音。今仔日哦，咱读这段圣经哦，会感受真无共款吼，都向别人传啦吼，那有啥物了不起啦吼？但是，假使阮阁去理解讲，只有对犹太人传，为什么安尼吼？因为犹太人有一个真强的迄款的神学，迄款的理解。什么理解咧？就认为讲，人类中间吼，独犹太人，那我就得到上帝救恩。所以，因是上帝选民。犹太人以外，全部拢叫做外邦人。所以，有真强的迄款讲独占主义吼。什么叫做独占的吼？日本时代有台湾做一种的几项啦吼，叫做 monopoly 吼。
光袂脚啊吼，你就知影吼，盐啦、糖啦吼，迄拢是毒药的哦。但啊，政府会使用，别人袂使叮当的吼。日本时代开始了后嘛，阮的国民政府嘛继续，后来有小可开放啦吼。古长拢是毒药的吼。犹太人就认为讲，上帝稳定是，但那是阮犹太人，我就拥有，其他人都无分啦吼。都将其他另外一个意思讲排他啦吼，其他人无即个即款福气哦。犹太人讲一句话，你听了会足受气的吼。伊安怎讲的？啥物叫做外邦人？外邦人都是地狱的茶会啦。地狱的柴火，伊是安尼看待外邦人吼，所以即款的独占主义甲排他主义吼，是犹太人看做正常。所以即个时阵，竟然伫圣经印刷下面吼，我就向希腊人传福音，这是犹太人看做是甲上帝稳定无关系的人哦，这是一个真大的突破。结果咧，真奇妙，他主会开来改变同在，信来归主人也真多啊。这人原迄当时遐门徒，可能心内嘛受袂到啦吼。伊踏出这步了后，带来遐尔大影响吼。所以犹太信徒吼，向外邦人传讲福音吼，会使讲是。教会宣告历史上的一个真大的突破，过去毋捌有，只是第一遍吼。所以使徒行传内面嘛特别记载讲吼，是对安提阿开始第一遍互人称作基督徒开始。不过，我看到基督徒感觉哇，这个是足阳光的名吼，是一种称呼吼。不过吼，毋是咧。原来这是安提阿的人祈求迄定信主的人的用语啦吼。我真理解吼，为什么吼？我信主了登去米朗嘛吼，所以我的大伯二伯吼，哦，遐阮的亲族内面吼，都甲我踢球啊。我用客话讲吼，你听小可听有啦。太夭寿哦！第一句话讲，你知影什么意思哦？哈尔夭寿哦，安尼吼。哦，我用客话讲，闽南人讲话拢后壁拢拖真长的吼，太夭寿哦！个亲得个来，迄身基督教啊，安尼吼。我的爸爸名叫做兴德吼，复兴的兴，道德的德。来就是假啦吼，既然迄信迄个假啊，毋是基督教，假毒的迄个教安尼吼，踢球的话啦。基督教是假讲的用语，伊就要谐音咯，讲假吼，去毒的迄个吼。哦，我听了是足难过吼。啊，信主都爱好家己的亲人吼，亲族的人安尼踢球。我感谢主了哦！伫迄个时阵，我拢无任何的回应吼，安安静静吼。因为我感觉讲，你安怎回应拢无效啦吼。所以当时基督徒差不多是一款的意思，踢球的话，后来嘛加做一种的阳光啦吼，都是安尼来。所以这福音的勇士吼，伊是教会历史上来讲，拢无记名吼，无名的先锋啦吼。无为了家己留名，但系为了要完成主的旨意甲圣性的印传。这人是无名英雄，不过迄个名会记伫上帝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册顶悬，这个比留名更较重要了吼。所以伫圣性的印传下面吼，带出宣告一首歌。叫做安提阿教会一大步吼，为什么安尼讲吼？因为过去遐个群体哦，拢是犹太信徒，
即马咧，即个群体内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做一个群体吼，就新的教会形成。上时吼，即间教会吼，真特别的所在，犹太人甲外邦人，毋仅是做伙敬拜，做伙学乐，做伙感谢，做伙伫遐拜饼吼。上时咧，因中间因为做伙拜饼吼，所以共济道，就叫做一体。犹太人毋捌经验过即款的代志。外邦人嘛毋捌经验着即款的代志，所以伫到即间教会哦，内面都是即款的特色啦吼。过去毋捌有诶，所以充满迄款的活力吼。迄个活力两种啦吼，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内部，嘛有真侪紧张啦。毋是无代无志哦，嘛有内部的紧张啊。但伫紧张的中间，互因搁较去挖苦。圣神的引带，佮我靠耶稣基督的开力吼，竟然吼安提阿教会，成做一个向列国吼宣告、向外邦宣告福音的基地。所以这一首歌哦，我就达到这个真大迄个吼。过来，阮看到13章第1节内面的记载吼，讲安提阿。教会有几若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拿巴，或人叫做乌人的西面吼。哥林来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最伙大汉的马良以及扫罗。巴拿巴，伊一个外号啦，伊另外一个名叫做劝慰子啦吼，伊是足有贴心的人。巴拿巴有真侪特色啦吼，伊眼光非常的。古长吼，小时是一个捌英雄的人啦吼。为什么讲伊捌英雄呢？当保罗归主了后吼，要去阿拉伯，后来3年了后去到耶路撒冷，无人敢接待保罗，独独巴拿巴带保罗去见彼得。可见伊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的人。第二咧，慧眼识英雄啊！伊知影讲保罗是一个正港的人才啊。所以后来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了，佮倒去伊的故乡，佮互伊的老爸气甲要死吼。后来保罗就去到大苏的北边吼，伫遐传道将近10年的中间。所以，当巴拿巴受耶路撒冷派去到安提阿的时阵，伊所面对安提阿教会吼，都是家庭教会啦吼，嘛毋是一个尔哦。当时安提阿城是罗马帝国第4大的城，第1都是罗马，第2是迄个亚历山大吼，就是北非吼，迄埃及迄亚历山大城，第3就是以弗所咯。第4就是安提阿城，所以这城的内面吼，毋是一间尔吼，几间的迄款的家庭教会。所以巴拿巴来去到遐，就因带遮的，叫做因真大的祝福，伊足有贴心，心胸开阔。佮阮真少讲到一项啦，巴拿巴嘛是足好野的人啦，伊好野佮慷慨啦吼，所以。《使徒行传》内面都有记载，这是巴拿巴，过来叫做西面啦吼，互人叫做乌人吼，我的理解哦，伊应该是都是乌人啦，毋是伊面吼是了较乌尔，毋是啦，因为吼我亲自去到安提阿吼，看到安提阿一个迄个会堂。会堂的饼内面哦，也佫有一个乌人吼，伫遐排啥物？你敢知？排鱼啊！所以一个贸易甲非洲贸易嘅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就安提阿，所以乌人嘛进入伫即个所在啊。所以西面应该都是乌人。
古年来人罗球应该是普通的人，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人物了吼，马良啦吼，伊是贵族甲所罗。这个人吼，就真奇妙的组合啦吼，就伊呢，我讲意志性啊，非常的大啦。种族无同，受教育的背景无同，出身无同，太侪无同款吼。大家理解哦，种族阶级教育的差别吼，真容易造成什么呢？都是冲突啦吼，甲隔离，这是免不了的啦吼。我以前去一间教会哦。我讲到上大困难是啥物？你敢知？内面有坐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毋是今嘛50年前哦，哦，伊就知影讲，伊伫迄个所在影响咱偌济，但是嘛毋捌字阿嬷，上时阵甲差别安尼大人讲道哦，我毋知要安怎讲哦。但係講到這度，遐爾大困難，要互即陣哦5個人，規個背景差遐爾濟吼，我都合作吼，實在是毋是聖神的引帶，順後佇聖神的迄款的幫贊吼，那我都基督內面即只講來合伊咯，所以嘛會問講。迄塊橋我的開來是安怎來？無別條路啦，就是順服聖神的引帶，甲伊的感動，了後就進入佇基督內面的迄款合一啦吼。頭拄講因為意志性差別遐爾大吼，竟然我就做團隊的服侍。先知教書佇教會甲實踐無共款，先知不是伫無共款的所在吼，伊受到上帝感動，伊就宣講啊吼。教書咧，就是固定一個所在，要培育信徒的信仰吼。迄兩種人的個性吼，甲伊的迄款的角色吼，攏無共款，溫數無共款，竟然我都合意咯。因為因知影一項真重要的關鍵。咁因所領受所有的文書，攏出自聖經。因知影講咱吼，即陣人吼，攏是上帝器具咧。我伫台南西洋院的時陣吼，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美琴的爸爸啦吼，蕭清輝院長吼，伊不時愛講一句話吼，講我講伊哦。台南鄉伊就無簡單的，但伊不是講，我就是土的器具啊！啊，我講我做一個學生哦，拜託的，伊是遐爾學問的人哦，我是 President PhD 佫轉來哦，嘛真無簡單做到院長哦，但是不是竟然講我是土的器具，啊，我愈去追求學習了，咱知講哇！這都是順落佇聖神的下面迄款的謙卑啦吼，所以人無論伊的身份、伊的學問偌大吼，但是聖神的下面吼，攏我都真謙卑，甲別人做伙來奮鬥、來同工。所以頂世紀有一個真出名的神學家叫卡巴吼，伊講一句話講吼，教會個別家己的人性。那我就個別基督是教會頭，這句話是啥物意思吼？個別人生就是知影家己的罪性甲有限啦吼。了後咧，我是有限的人，我的同工嘛是有限的人，我兩個人是有限的中間，所以我就接納對方，對方嘛接納我。相時咧，
既然咱是无共款，都两种可能啦吼，无共款嘛，所以咧，咱都要合作啦吼，迄叫做互补啦、互补啦吼。啊，这教会内面真爱用讲即句叫互相帮补啦吼。我无诶，你有；佮你无啊，多我有吼。佮一群人，我就诚做一个照开力的群体啦吼。像是咧，基督正讲都伫因的中间，诚做因的头啦吼，居首位，都安尼来吼。过来就是讲因伫基督的中间吼，信心甲因感动啦，因派两个人去做外邦宣教的工作，一个就是巴拿巴，另外一个是保罗。这个所在讲扫罗，扫罗就是伊希伯来名啦吼。保罗咧，就是伊的列丁的名，拢是一个人。安提阿教会当时不断地成长吼，因需要更较侪人才来投入，互即间教会吼，家庭教会愈来愈侪安尼吼。但是遐尔关键的发展的时刻了吼，圣经甲因感动吼，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安提阿教会哦，上需要、上袂使无的，迄个讲我调酒啦吼，两个巴拿巴，我头拄已经介绍了吼。保罗咧是当时吼，全安提阿教会所有人在中间学问吼上好的，伊毋是学问尔，伊讲我著去解决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无共款迄款的冲突。这是保罗上帝予伊真大的一种的恩赐啦。后来伫伊的批信内面，拢讲到遮个去解决要安怎解决的问题。所以保罗甲巴拿巴是即间教会遐尔重要的人物哦。所以当时遐同工领受到信心即款的快乐的时阵吼，我受因心内真侪迄款的征战吼。假使是我吼。我真可能讲，上帝啊，无咱做一个参详好无啦？明年吼，咱派因出去啦，即就互咱搁继续一年拍拼安尼吼，互安提阿教搁较侪人来信主安尼吼。嘛，这嘛对呢吼，我嘛毋是自私呢吼，嘛为了即间教会发展呢，我嘛可能找100理由甲上帝讲啦吼，但是。这个理由吼，拢甲信心的感动无共款，所以最后因采取哦，完全顺服信心的引传。教会本位吼，是人的必然的属性啦，这是必然的吼。以前我伫台南城医教册，我同样用台南城医做中心啦吼。我即摆去到药山新人医，我嘛不时嘛爱用药山新人医去思考代志啊。两间学校拢是新人医，拢是对了教会所设的新人医，但是因所面对的条件需要是无共款啦。所以新人医本位嘛是人的属性啦。但是吼，伊既然我著放落即款的属性，上两个上杰出的人才互相地用。所以一念到一念之间吼，影响规个教会历史的。假使啦吼，安提阿教会无安尼做，因就继续是安提阿这个社内面的发展的教会。不过，因嘛是继续是犹太教的一部分呢。我强调一句话吼。安怎发展，拢嘛也阁是犹太教的一部分。但是因顺服信心的引带，向外邦宣教，去西瓦西后来去欧洲，外邦宣教的成功竟然真做普世性的信仰。所以今仔日当然迄个历史毋是一下就成就啦但是若无踏出这步我讲一句话，毋是我讲的，所有研究的人拢讲一句话：
也阁是犹太教一部分，都无今仔日阮所讲的基督宗教了。所以，因踏出这步，一部分来讲是一小步啦，但是竟然是一大步啊！毋是宣告历史尔，而是普世性的信仰吼，甲犹太教一部分，迄差别是太大了吼。所以咧，你甲我吼，诶，新人院的领导者吼，所做一项顺服信心的决定，还是你个人，今仔日听到这了后，可能心情有甲你感动哦。你所做的决定嘛，有可能影响你甲教会未来吼，过了10年的发展甲影响吼。最后来到玉山新人院吼，1946年吼，玉山新人院设立，是一个客人的牧师吼，谢温的吼，温荣春牧师吼，就顺安教牧师的拜托下面就开始玉山新人院，每年都满80周年啊。了后咧，就一直刷来刷去啦吼。到1957年搬到台东的关山吼，到1957年，迄个当时也未开始的时阵，学生伫遐上课的所在哦，厝下阁是迄个茅草吼，阁伫沙坡的所在吼，嘛看到当时的学生还阁足少年啦吼。当时小的学生吼，用今日来讲，差不多小学甲初中毕业就会使考，就会使入去啊。所以看到可能10通岁的囡仔嘛伫遐读册吼。郭牧师1957年吼，接任第3任的院长。伊接任时阵面临4个足大的挑战吼。第一项吼，董事会有意思要关新人院吼。因为当时原住民教会发展真紧，伫遐开拓吼，就讲资源要集中来开拓教会，所以暂时讲新人院关起来吼，这是足大的影响。第二咧，老师离开啊，剩郭牧师甲另外2个老师尔伫遐，佫无经费。当然是后来是顺安教牧师的牧师娘吼，1个月啦吼，1000块美金，互全校使用啦吼。嘛无家己的校园，是只有教会拜堂，迄主日学教室伫遐上课。但真奇妙，伊的回应吼，讲绝对袂使放弃啦吼。了后咧，伊就采取行动。2年的时间哦，伊伫遐祈祷、敲吹，详细计划，佮伫真侪所在伫遐说明伊的计划甲伊的意向。真奇妙啦吼！得到台湾新人院的院长孙雅国牧师，甲台南新人院黄章辉牧师，嘛是院长，2个新人院院长的支持。因2个人都下飞去，甲咱来美国、欧洲、英国的教会哦，望因理解台湾的需要，特别是原住民的需要。后来就得到总会啦、北部大会、普世教会关心甲奉献吼。总共大约当时的200万的台票啦吼，到后来就买到7郎啦吼，对228的受害者吼，伊的后代，伫你塘边啊，足一块足水的所在吼，有人讲是半受伤啦吼，就安尼配合玉山新人院，就你塘边啊的所在吼，所以伫1959年3月27日，受难节的早起吼，都搬到今仔日玉山新人院的迄个所在了吼。这个相片就是当时搬去遐的时阵留落来吼。你看迄个学生拢挂什么柜礼啊吼，有无？我嘛一台迄个小卡车啦吼，我看起来吼安尼荒烟蔓草，不过边啊。迄乌假使有拍到就足水啦吼，
这玉山乡来讲哦，是真关键性的一步了吼。去到遐了后咧，老师学生哦，早起时啊上课4点钟，下晡时啊咧3点钟拢爱工作，做啥物咧？早起才当读神学嘛吼，下晡时啊就拔石头，去校园啊，遐上最是啥物？你敢知？就是石头。头拄仔看迄报道就知影哦，你看到足侪石头哦，哦，以前啊落嚟啊用石头，所以今仔日你去到玉山新人院吼，一个去吼，就边啊规排，拢是当时的学生啦、老师做位用手拨吼，一粒一粒贴起来，迄款的讲石墙啦吼，足侪吼，哦，即嘛个也个是哦。所以郭祖明牧师伫玉山乡伊前后总共13年吼，立一个原住民信仰教育足好的基础，特别是真强的迄款的精神吼，讲毋惊风雨，毋惊苦。大家想看觅啊，50年前的原住民的部落吼，经济非常的歹，健康状况非常差，交通嘛真无好。但是都是一点一点的遐传教者，就进入去因的家己的部落，伫遐宣扬福音。所以玉山乡的毕业生吼，毋仅是要做一个教会领导者，嘛要去服务因的社区吼，佮嘛要保持因原住民家己的文化吼，特别是母语白母话吼。所以今仔日吼。玉山新人院的所有的学生，拢爱学家己的爸母话。所以郭祖明牧师就为了玉山新人院下一个新学甲品格教育的基础吼。头拄仔佫讲，我佫强调一点哦，毋惊风雨啦，毋惊苦，这是一种的阮顶一代的遐，特别是顶一代的遐原住民的传教者有即款足坚强的精神吼。就直到今仔日，玉山乡伊每学期拢有一个讲侍奉做一礼拜吼，拢爱老师学生做伙伫遐种树啊啦、喷草啦吼，佮告诉水源断去就嘛去引水源吼，佮整理校园，重新甲伊用啊真水安尼啦吼。啊，大家来看一寡图啦，这是树啊倒落来，迄树较大丛吼，倒落来啊，顶伫路吼，就过掉，甲伊塞入边啊。我恁看足勇吼，迄原住民的身体，迄个大波真勇吼。过来看，即个是中间休困的时阵吼，女的男的拢袂啊，因原住民一个特色，到一个所在吼，工作因拢会起火啦，嘿，啊休困的时阵嘛，伫遐坐伫遐，伫遐抬杠讲话了，搁继续工作。啊，只是因为迄个风太了吼，水路就断去了吼，水管断去，所以去牵迄个牵线吼，引水吼。你有看到一个人有剩啥物人无？哈哈，你敢知影我派啥物？你敢知？毋是电线，钢索啦吼，更瘦，毋是。我遐尔粗的哦，所以差不多60、70斤哦，歹咧，对沙骹到沙顶，拢爱扎2束衫吼，因为到沙顶，毋是我全部拢收成淡落落吼，该换衫了，佮去做别项吼。啊，这就是老师甲学生吼，毋是我来尔，其他老师嘛安尼啦吼，所以创校到今仔日吼。伫原住民，除了教原住民的教会牧师90%，拢是对玉山新人院安尼栽培出来，所以因对原住民教会带来真大影响吼。这都是郭牧师真了不起的所在吼。所以伫真大条件的下面吼，完全顺服圣经的引带，
佮用具体行动突破一个搁一个困难吼。所以直到今仔日吼，玉山新人医掠即个水的典范吼，叫做宝贵吼。这是国务所用信心、用伊的双手、甲老师、甲学生吼，做伙留落来典范，佮这典范继续吼，望讲代代相传，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你通过你的罗卜，甲侪人的奋斗，甲侪人的教会关心和玉山新人院，到今仔日已经到遐尔久长，79年的时间。明年要庆祝80年的时阵，恳求主你将这款的特别国务所留落来的典范继续延续，像是发扬，诚做玉山新人院所栽培的学生甲侪原住民教会祝福。愿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诗，圣诗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收奉献。咱即时要请东港来收奉献，请咱兄弟伫咧周报内底有即个玉山神学院的奉献录啊，若是有感动、有陪伴心的，欢迎恁来为着玉山神学院来奉献。这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龙潭。
谢主的祝福，互阮有稳定的收入，顺福奉献伫教会，愿主感纳阮众兄弟的奉献，嘛祝福玉山神学院有主的同在，透过甘心的奉献，圣灵的同在，互经常会有充足够业用。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车恳399首。我的爱，点点的心内，主的听，为心间，你当同在。我这样个边界里。咱要请詹牧师。愿道者肉体耶稣基督的恩典、大慈悲天父上帝疼痛，甲圣神保惠师的引带扶持感动，甲你三甲地嘞，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闭会，请坐，默祷。